咱拄则若有真足听哈，我们注意听我们圣歌队他们的献唱哈。你要对歌词哈，从歌词来看，你会看到说，这个8首诗歌哈，属实是对倒位呢？对耶稣伫咱顶礼拜受难周樟树主日，就是主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开始演唱8首，耶稣跟门徒一起来吃晚餐，有门徒背叛他，犹大来背叛他。那这个故事一直演进到主耶稣受苦钉十字架。最后一首第8首就唱出主耶稣已经过我。所以今仔日牧师要分享的这个底讲，是煞接圣歌队因唱这个对受难周开始的诗歌好顶的大主的听，然后伫今仔日伫第8首欢喜主过我。那么煞接这段的诗歌来三甲分享一个题目，叫做“过我基督新造的生命”吼。我们刚刚有读了2段经文我们也读台语的，也读华语的，我相信大家都印象都有了。牧师要在等一下的分享中一起来复习哈。弟兄姐妹，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在唱第8首的时候，有提到了有妇女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按照传统的节期，就是今天复活节早上清早，那故事怎么说呢？他说，见证主复活的妇女，她们是在安息日一过，有一位莫大拉的玛利亚，外大粒的玛利亚，有一个雅各的老母叫做玛利亚，古早耶稣的时代玛利亚吼，就是菜市仔名吼，菜市仔名，大家嘛叫做玛利亚。这个玛利亚的名嘛是主耶稣的老母吼。还有一个叫做撒罗米，因买香料要去抹耶稣的身躯。那大概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在犹太人的丧葬习俗，好像跟我们台湾真的大大的不同哈。所以你要稍微去了解一下，他们中东那个地方很干燥，他们的埋葬不是用土把它埋起来，也不是用棺木把遗体放进去，他们的安葬是在一个山洞里面，然后挖洞，那有的是用了好多次了，一直循环使用，那有的是挖新的一个墓洞，那耶稣就是被放在一个新的墓洞里面，而且那个墓洞里面可能不只是一个遗体，它是好像请问抽屉那样，一个一个，然后把遗体用细麻布包裹起来。那最重要的就是用那个香料，还有那个油来抹这个遗体。所以在中东的这个坟墓里面呢，没有棺木，但是有那个细麻布包着的遗体，而且还可以再进去看，还可以再抹。所以我们就会了解说，为什么在埃及有木乃伊，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哈。那主耶稣是用这种方式被安葬了。不过，传统的去抹遗体用香料是他们的习惯，也是一种爱的表现。不过，在这个早上，这一群妇女看到了不同的景象。因为有一个青年我们台语有个少年人，坐伫迄个坑的墓来宣告主耶稣的复活。他说：“不用惊慌，我知道你们在找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就这位青年，就穿白衣，咱另外圣经是讲就是天使的对了。天使坐在墓边，然后跟妇女讲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
而且他还告诉说，你们赶快去传好消息，因为你们要去告诉彼得，他们这些门徒，他怎么说呢？要去传主复活的好消息。他说：“你们快去告诉他的门徒，尤其是彼得说，他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可以见到他，正像他告诉你们的。”意思是说，请这一群妇女去宣告、去传播主耶稣复活的消息，而且还跟他们印证说，主耶稣还没定十字架前，曾经给你们讲哦，他说他会到加利利去，会跟你们见面。好了，好像这个消息到这边，不过马可福音特别记载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为什么呢？因为在第8节的时候记载说，惊讶又恐惧的妇女，他们这几位看到说，哇，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个景象，不得了了，目空了，我们要抹耶稣的那个香料也抹不到了，而且还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说他复活了，不在这里啊，不得了了，他们是惊吓，其实惊喜，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圣经是记载说，他们没有去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们害怕。那我们不能怪说啊，这个妇女他们怎么没有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解释了哈。第9节他说，星期天的早晨，耶稣复活以后，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换句话说，得着第一手消息的就这几位玛利亚，但是他们因为太惊吓了，所以阿兰公细准惊啊，可能回去到家里躲起来了，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没有讲。但是主耶稣亲自显现，对抹大拉另外又一位玛利亚显现，然后他亲自宣告他复活的消息。弟兄姐妹，这个复活节的消息，基督徒耳熟能详了哈。那即使不是在教会的一些群众，他们也大概了解说，哦，复活节是什么？因为在西方的社会，复活节就是一个大节期耶，啊，复活节是放长假嘞。但是复活节只是一个故事吗？复活节只在记载2000年前有一位很特殊的人物，他没有死又活起来，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每一年在复活节的时候都要思考的事。所以弟兄姐妹，复活的基督就是我们新生命的根基。耶稣的复活不只是历史事件，特别重要的是跟你我有关系，是因为是我们生命的转捩点。基督复活的能力使我们能从罪的权势中被释放，这个才是主复活对我们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因为我们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有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腓立比书3章10到11节说，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再是罪的奴仆了，而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更要渴望认识基督，体验他复活的大能。什么事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你又不是在被罪捆绑了，你是上帝的儿女，而且要渴望认识基督，体验他的复活大能。这是经文原始的经文所描述的哈。那我们就跳过来。保罗做见证，他说：“我们从此不再根据人的标准来估量人。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耶稣基督跟我，甲你我产生关联是呢，你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伊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到你里面，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他说，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就来了。今天我们等一下有7位成人洗礼，有这个10个我们的信仰告白，还有4位小朋友要来受小儿洗礼。保罗在罗马书6章4节跟我们提到一个洗礼的关键，他说：我们是借着洗礼，我们已经跟他同归于死，一起埋葬，
正如天父以他荣耀的大能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同样要过着新的生活。这句话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咱知咱长老教会咱把洗礼的仪式简化了就等一下就滴一滴水在头上，在象征说这个水的洗礼洁净。但是有的教会传统，他们还是习惯，如果在礼拜堂里面，他会做一个大的池子，一个池啊，像比液池更较大，更较深要洗礼的时阵，规个人拢爱入去水内就对了我们这些信仰告白的弟兄姐妹，他在别的教会以前都是这样子，有的甚至在夏天带去海边入去海里浸落去，若无去溪嘛会使，去溪最近也流行什么到那个游泳池游泳池就是到游泳池就冬天有温水嘛就牧师大家都穿着白袍到水里面，然后整个人要洗礼的时候，整个人都沉到水里面不会闭气的人就要把捏着鼻子这样下去，然后再起来。那个意思就比较能够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把水沉到水里面，就在象征说我们的罪已经跟耶稣基督一样，就被定了，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埋葬了。那再从水里面出来呢，就是得到新生命，过了新生活。这个体验可能会更深也有很多基督徒他可能受洗，也就是像我们一样用点水礼，然后他们到那个以色列去旅游的时候他们会参加一个节目，就是有一种类似体验式的啦在那个以色列的那个约旦河，就有一个地方，它这设备很好有一群也是教会的团体所做的，他们就是体验，你要报名我要体验在约旦河受洗，然后就把那个仪式再重复一次，然后人都走到那个约旦河里面洗，他们觉得很深的体验不过无论如何，请记得那个水就像那个乃縵，对不对？他被以利沙来交代说你要到约旦河去洗7次，他就有一点不耐烦，觉得说在我们家的大河里面洗不是更干净吗？所以水不是重点，是你的心你的心是接受了我的救我的罪，我的一切不义，要跟主的死一起埋葬，然后重新复活。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重要意义。牧师也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这一群今天要受洗的有7位成人洗礼，有10位是信仰告白。在跟他们互谈当中呢，他们心中有一个感动。他说，他是因为祷告神应许他心中得到确据。有的是说，因为来参加我们的教会，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的很同心，看到这里有显出主的爱，所以他觉得他想要参加富强教会。换句话说，他曾经在别的教会受洗也参加别的教会的聚会，但他感觉来富强教会有神同在，这是我们值得感恩的事，是我们的这群弟兄姐妹他自己见证的，不是我们自己自夸的。那牧师一个感动是什么呢？我们在复活节从年初到现在，不像我们在12月底之前，我们有举办幸福小组，我们有邀请很多新朋友来传福音给他们。那这一次我们从年初到现在没有，但是仍然有那么多人，一共有21个要参加洗礼。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执行，我们有遵守主的命令，你要传福音给万邦，你要传福音给别人，所以他们小组持续在引导，持续在关心，持续在传福音所以伫这摆才有21个要来伫各外济来洗礼所以各外济的洗礼这个意义甲这个圣经所记载是更加清楚更加实在这些经文我们就跳过来，我们可以自己复习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勉励的是，主复活的故事无论多精彩，
你就是要在生活中来实践，来见证新生命。因为基督信仰的最大特质就是主耶稣复活，对不对？但是这个复活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跟奥秘。神迹奥秘是什么意思？平常看不见的，很少碰到的。但是这个神迹又不能用故事讲而已，神迹不是用来解释的，不是用来说明的，甚至用演的。神迹要用什么来呢？要用你实际的生命来做见证。你给人家说我的主复活了，那你的生命、你的言行举止，你跟人家互动相处，根本看不出你在庆祝你的主复活，那谁相信你呢？所以关键在这里，主复活是事实，但是在你的生命有没有成为事实？你的生命有没有成为主复活的改变的见证？我听到一个小故事了哈，他说有位老弟兄信主的故事，在美国的台湾教会有一位80多岁的弟兄，他的太太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不信，常常跟太太去教会，因为教会很温馨。但是怎么样呢？有牧师邀请他说：“你来教会10几天啊，你唔着来洗咧？”伊应一句啦，伊讲吼，哪有人甲我讲，谁啊？玛利亚是在色女，会当生囝，你甲我解说。咱讲这个故事，这个问题就是恒久的问题，对不对？同你怀孕生子嘛，加上我们今天在庆祝主耶稣复活，什么死人可以活呢？这些是圣经里面基督信仰的奥秘，但是用人的方法解释不了。问题在这里。这故事说，这个老弟兄是足好的、足心思的就对啦。但是呢，伊讲出来问题，教会人无遐当甲应答。不过伊原是照期间逐礼拜拢对伊的太太来参加礼拜，甲兄弟姊妹来祝寿，但是伊都无爱洗礼。伊感觉好像迄个关过袂过就对啦。但是代志来有一天伊举一支楼梯伫美国迄苹果树足够生苹果啦像咱台湾生龙眼有无？山啊，伊遐是苹果，但是无细字爬去楼梯顶，无细字拔落来。你看一个70、80岁人拔落来，迄代志大条啦就紧紧分袂去互人送去病院急诊，随时甲送去到加护病房。哇！大家足毋甘讲，即个兄弟大家斗阵真好这时间呢，教会的兄弟姊妹拢日日为着伊祈祷，甚至有的人志愿禁食祈祷，继续祈祷。有的兄弟姊妹佫陪伴即个已经年纪大的太太，伫迄个加护病房，伫迄所在一直咧甲主求讲：主啊，也袂衰咧塞一个昏去那即声，要安怎主啊，你著救伊就对啦。大家迫切祈祷过一礼拜，突然间即个老兄弟醒起来，而且真紧就复原。医生感觉讲这足奇怪，70、80岁人摔一倒，佫对楼梯顶摔落来，迄严重到会愈来愈恶化，哪有可能佫好起来，好遐尼紧？医生已经老早就甲伊的家属讲你若心理准备因为即个代志随时会发生摔落迄大代志只是讲紧甲慢的代志尔。但是无想到医生的预测甲实际状况完全相反，用甲医生的经验原理拢无共款。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新约，会当解释，会当完全复原，就是新约，互人欢喜。所以这位兄弟好了后，知影讲伊分别一礼拜外，教会兄弟姊妹大家迫切地为着伊祈祷，陪伴伊的太太甲伊的家内人。伊好起来了后，主动走去找牧师，讲牧师啊，你甲我洗礼安尼。好了，牧师好像嘛有点仔要甲调甲挑战一下，讲，毋过你问的迄个问题，我袂当甲你回答呢你毋是讲迄个在色女怀孕生囝，我都袂晓回答你咧。你想这个兄弟安怎应这个牧师？伊讲毋免啦，免应答，免答。我确实知影有上帝，若是有上帝，其他一切拢毋是问题。
关键在这里。有人质疑耶稣为什么从桶里生子？怎么耶稣死了，生命都结束了，为什么还可以复活？人的原理没办法回答，但是只要是神迹，只要你相信上帝，一切就不是问题。所以从此以后，这位弟兄呢，有聚会他都来，而且很认真、殷勤的从头到尾参加，一直到结束。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生命，生命是从我们自己领受耶稣复活所产生的能力，而不是用口头讲。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弟兄姐妹，我们要活出与福音相称的见证，用爱心、饶恕、谦卑，活出新生命的果子。所以不是一次的决志哦，而是每日的跟随跟更新。这个新生命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每一日、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活出这个见证，这个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每年都在庆祝复活节。我们可以了解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复活节的节目多精彩、花样多，很多人就这样来信耶稣。使人感动来信耶稣的，不是你讲多么大的道理、多么精彩的道理，而是因为在我们的身上，别人看见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常说，以生命影响生命。你唔通伫你的厝里，甲你的亲人吼讲啊，讲这，你都来教会，啊，你都来信主。啊，你的生命没有让人家里人感动，你愈讲伊愈无爱，愈嫌。最近有人在调查，说有些家庭哇，本来足热心敬拜上帝，但是下一代无啥爱来。讲起来问题是讲，你都热心教会的代志，咱家的代志拢无爱插。那生命没有在家里面显现，你怎么让他感受到说，这个基督的生命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呢？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所以我们要让人家看见不一样的生活态度，引起人注意。说奇怪啊，这个人哪会安尼？伫这职场内底，大家安尼你争我斗，啊，现在这个袂，遐尼谦卑，啊，佫甲人尊重，安尼这个人我得要甲了解，人家才能从你的身上看见主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先改变自己，才能因此使别人引起到我们生命里的特殊性，而且。当我们对许多事物感到宽快胸襟的时候，他们才感受到这个信仰所带来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改变生命价值观、生活态度，用积极的态度投入教会、福音事工，然后对社会有关怀，这个就是最好的见证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用各种方式来庆祝，但是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人家看见。这一个小故事说，在罗马的城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墓窟这个古迹啊，这个隧道长20里，主廊高9米，支廊高2米，你看多大？好像现在咱的迄捷运那里遐宽遐尼深，伫内底啊，这个就是初代基督徒秘密礼拜的场所。这个图片里面在描述，现在变成一个观光点了你看。这个罗马的墓窟，你看里面很像一个迷宫一样而且长好多公里耶，这个是另外一个墓窟这是另外一个。当时在1世纪末，因为罗马在迫害基督徒，大量被屠杀、杀戮、被关，所以很多基督徒成群结队逃到北非。那个时候，地中海的对面就是北非。不过有人想要留在罗马，就像保罗一样，到罗马去传福音。他在罗马怎么办呢？你不能再公开跑来跑去啊。还好，在罗马他们那个罗马城市有很多石灰岩，很多可以挖洞不会塌下来。不像咱台湾你土凹咧就落落啊，伊迄是钉的石头凹入去足侪基督徒秘伫内底，在做礼拜，继续。在信耶稣，继续传福音。因为这款坚定的信心，在压迫的中间坚定，是因为伊经历了耶稣的救恩。因用这款耶稣基督救恩去证明，因唔惊迄个迫害甲艰苦。所以世上无有一个人会当对生的世界去探索迄个死的世界，因
这是两个不同款的世界。但是人都相信死不是生命的结束，特别是这一群初代的基督徒。所以面对死亡的威胁，人们感到惶恐惧怕。但是主耶稣借着他的复活，揭开了另外一个秘密。有一位学者说，主基督借着他的复活，揭开地上跟天上之间的窗幕，使我们看到死后的生命。意思说，你怎么知道死后什么世界？就是因为看到主耶稣的复活。所以当尼禄王我们说初代教会逼迫最严厉的就是这位尼禄王，在破坏基督徒的时候，将好几千个基督徒丢到罗马竞技场里面，有的被狮子咬死吞吃了，有的遭受火刑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一群明明遭到生命威胁，已经要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们要临死之前还在唱诗歌赞美主，好奇怪。这个尼禄王他在观看台里面看到这种行为，觉得很不可思议，说为什么这一群基督徒临死不怕呢？事后他还特别去巡视那些已经被处死的尸体走，看到他咱知有人讲尼禄王干起笑安尼，对，伊放火烧罗马城嘛。所以害死人了，还要看遐个尸体，叫奇怪。但是他看得更惊讶，他说每一个受尽苦难的基督徒，他们死亡的脸竟然是笑容的，笑着死去的。弟兄姐妹，他感到很奇怪，就问说：他们的信仰从何而来呢？这群人怎么会那么不一样呢？其中还关在那个囚牢里面的一个女囚就回答他一句话说：你要接受基督，你就会得到这种信仰。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二次大战，因为反抗希特勒，一位神学家叫潘霍华，他后来被抓了，在那个战争要结束之前被处死了，差一点点，已经要美国那联军要去解放，但是没想到他就被处死。他当时在临死前，他讲一句话，说：这虽然是生命的结束，但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他说，虽然是肉体生命的结束，但对我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他就用祷告来促刑场。他相信死不是结束，是一个令生命的开始。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庆祝复活节，牧师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你是否仍在旧的生命的方式里面，还是你愿意回应基督复活的呼召，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要进行下一阶段的洗礼式，也请同工来预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施恩使我，互阮看见耶稣基督救我，唔那是赢过死神的关系，而且要互信你的人，无搁再是旧的我，是一个新的我，领受全新的生命。愿主将这款的生命的快乐赏赐伫阮中间，特别小等的有7位弟兄姐妹，有10个信仰告白，还有4位可爱的儿童，他们要受洗。愿神将这样新的生命完全来进入到他们当中，让我们每位基督徒大家都享受到主耶稣复活他的能力，而且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一起来见证，一起来为主来发光。感谢赞美主，我们要一起做主的桌，来见证主耶稣的救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举行洗礼式，我们要请